立法院拜一开始新会期，这个会期会拄着大选，国民党拍算要推动军公教年改、公投、白大选等等四大法案。若民众党是支持地方制度法修法。另外，民进党的立委是呼吁党团要注重关税冲击，先推动民生法案。立法院第11届第3会期是史上上长会期，才拄结束。虽然新会期9月初开始报道，有新会期毋但是预算会期，也拄好是连接2026大选的重要会期。除了预算以外，国民党会优先推动包含地方制度法修法、公投合并大选这四大重要法案。不管是公投绑大选啦，还是军公教年改啦，我们一定会跟白银做彻底的沟通协调，互相理解之后，然后再推出各自的版本或整合的版本。地制法修法会甲直辖市250万人口标准提高，无论人口侪少，拢会设3位副市长。由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被看好的条件会甲新北市长，所以也被称作李树川条款。军公教年改是要停止一年减少退休所得替代率，另外有公投合并大选甲一般性补助款立法。也民众党团原本就强烈推动公投合并大选，也表示外向支持地制法修法。国民党甲民众党渴望国际合作。我们有通过的还是公投绑大选的部分啊，还有国内移转投票，干部产生以后才会讨论。公投绑大选确实会造成混乱，这个其实应该不分政党，都不要让这种情形再发生才对了。蓝白两党要优先通过的法案，通通都是政治，而且是高度的政治。林俊贤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的优先法案政治性质依然真悬，呼吁民进党团伫面临关税冲击情况下推出法案，以民生优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